若要健康长血寿，就要较食饱活动筋骨的。有一种镜头叫做肌少症，就是拢无咧训练身体肌肉，所以肌肉无力，真会跋倒。咱的乡亲时代伫咧厝，会当活伫咧壁，或者是扶椅啊来训练肌肉的力量。啊，讲若阁会当做这个阻力的运动，像皮拉提斯、像重量的训练等等，这效果会阁较好。好，继续收回。卡打球做亚卡的运动，训练髋关节附近的肌肉。吸气回来，加油。再来双手提铁拳，做顶半身的运动，训练腹肚的溃烂。皮拉提斯运动对老大人有真侪好处。皮拉提斯这套运动呢，它会从呼吸开始，然后会从比较简单一些垫上的启动，先让我们的核心肌群可以先有用力的感觉。有年岁人若是要训练这身体肌肉咧，就有肌少症，或者是骨质疏松，也有下骹食痛。意大利研究嘛发现，有肌少症的长辈，跋倒风险会增加3倍。皮拉提斯这类的阻力的运动，会当让肌肉出力收缩，针对这两骨无同的部位加强训练，嘛会当增加肌力。髋部附近的肌群的运动，以及膝盖附近、膝关节附近的肌群的运动，家里只要有一张椅子，就可以做了。伫厝靠这个壁躯咧，或者是换这个椅啊，一骹徛咧，这拢是训练肌肉的入门课。对长辈来讲是简单就会当做的，无想要跋倒意外发生，平常时都爱较接叮当，爱运动，这效果较会较好。